好啦，準備分兩條起步點啊，一個就前啲，一個後啲。過咗雪糕筒先可以外圍嗰啲咧cut埋去嘅。5000米就冇1500咁犀利撞得。咁啊，依家一起步之後咧，就慢慢叫做推咗埋去先。咁啊，好明顯啦，白色衫就係南拔萃啦 DBS。咁睇下正話嗰組佢哋就喺第3。咁啊，呢組睇下嗰個跑法啊，或者嗰個同學有咩戰術啦。咁啊，戴住帽72號運動員呢，就係南拔嘅歐浩俊啊，亦都係要值得留意住嘅呢個運動員。呢個就好似開圈就肯去啲啦，咁啊唔會太大保留啦。一開始嘅時候就嘗試做一個明顯啲嘅加速，就唔係話你望我，我望你啦。咁啊，跑第二組係着數啲嘅。咁你睇到第一組嘅時間係16分14秒，咁你心中有數嘅。咁啊，計到12個半圈點跑呢？1分幾多嚟每一個圈，或者每1公里走幾多啦？嗱，佢頭一個400呢已經係睇錶啦。咁其實又唔需要太快睇錶嘅，自己有個感覺噶嘛。咁啊，剛才就提到呢個而家守住第2位戴住帽嘅呢，就係南拔嘅運動員歐浩俊啦。咁佢喺較早前上年嘅一個巴林嘅亞洲青年運動會當中呢，亦都係代表香港呢參加1500米嘅賽事，當時係做出4分05秒09，為香港攞到一面嘅銅牌㗎。即係話佢呢個中長跑嘅能力係1500米相當之唔錯，咁啊5000米要再留意睇一睇啦。嗱，咁樣跑呢就要睇前面嗰個識唔識放佢啦，因為佢如果同佢鬥最後嗰300呢，一定輸㗎，因為佢1500個速度可以走到4分0幾秒呢，咁佢唔會驚你，所以佢依家個戰術上面呢，就係一定咬住第一嘅。咁睇下點樣，我哋叫做點樣跑法啦，有咩變化啦。咁可能呢組跑起上嚟咁樣鬥呢，就快過第一組添啊，因為佢個1500速度快啊嘛。咁啊，睇下個5000速度呢，可唔可以維持到啦？不過呢組都係前面嗰3個或者4個鬥嘅啫，後面嗰啲呢就爭好遠嘅。因為開圈咗2個啫，已經係同第4、第5、第6嗰啲呢拉開咗好大距離啊！咁而家領先住嘅呢，就係嗰一位中學嘅莫子謙同學啊。嗱，佢調翻轉喎，佢好似係比較擅長長啲嘅距離，可能係10K 咁樣嘅。而家逼咗上去㗎咯喎！我哋而家留意緊第2組嘅總成績啊，真，因為第一組已經有咗名次啦嘛。咁啊，郭一偉有跑開10K 啦，係啊，咁啊5K 都相當之犀利㗎。咁所以呢一個都算係佢中場之中嘅即係強項嚟嘅，係啦。但係佢如果甩唔開後面呢，就有啲危機㗎，因為相對你嘅速度呢，就唔夠1500嗰啲運動員着數。好啦，依家翻嚟呢，就睇下個情況，都係前面4個各有各鬥，後面嗰度其實第5之後嗰啲呢，都已經係拉開咗差唔多80米㗎啦，所以都幾難追嘅。哇，甚至到同第1比呢，已經開始俾人追到啦，前面嗰堆一路追上去啦。咁啊，頭4位啦，就係郭一偉嘅莫子謙啦，同埋係南拔嘅歐浩俊，跟住守喺第3、4嘅咧就葉家駒同埋係葉雲軒啊。開始加速啦，後面2個姓葉嘅追咗上去咯喎。位置係暫時冇變到嘅，莫子謙第1，
歐浩俊第二位。依家如果一個半呢，佢哋就要諗戰術㗎啦，係咪應該甩出去呢？自己走呢？一般嘅距離就要決定㗎啦，因為5000米你走到接近3000米，自己知自己嘅實力，可能加速啦，開始，一路啦推上去啦。咁啊，嚟自葉紀南中學嘅葉家駒同學呢，都係守住喺第3位，好緊啊！同埋佢都夠膽挑戰啦，開始嗱係啦，冇錯啦，喺呢個嘅時候就決定係咪喺呢個圈開始加速，或者攞翻個位置先。嗱，佢依家又近咗，但係又唔過住，大家心中有數啦。嗱，其實呢就因為人多啊，有啲時候要抽出去啊啦，睇唔睇到啊？要抽出去，因為開始要 lap 緊啲人啦，係啊開始。咁啊，頭3位都係形勢冇變住嘅。咁啊，國一位中學嘅莫子謙啦，第2位就係南拔嘅歐浩俊，第3係葉紀林學校中學嘅葉家駒。佢上次拉開嘅，但係暫時仲未拉得開，同埋第一線呢有慢咗一圈嘅同學仔頂住啊！依家都盤算緊係咪喺係啊，幾時？尾四嗰個圈開始加速啊，還是最後嗰2個加速？如果尾4呢，最後1英里啊，大概1600米嘅時候就加速啦。咁啊，佢3個已經係帶開晒㗎啦。同埋睇下會唔會逼佢咯。嗱，再睇錶，9分幾，開始要加啦喎。你嘅速度如果俾後面拔萃嘅同學咬住呢，你就一定基本上最後尾好辛苦啦。但睇佢哋嘅跑，感覺上係帶頭嘅莫子謙呢，都好似係輕鬆啲嘅。睇跑姿。咁都要講鬥志嘅，因為跑到最後尾呢，決定性呢，有啲時候真係靠鬥志。哇！第3個想上，而且佢啲步都開始放鬆啦，即係開始將個人推前啲。咁啊，好緊湊嘅一場嘅男子5000米賽事啊！3位選手葉貝吹緊貼住，仲未有人係放得甩，亦都係冇人係被甩到啊！咁啊，反而中間好多同學仔一路係被擸住咧，就要避開，係頂住咗，要避一避開佢哋。咁啊，見到呢一個嘅葉家駒咧係蠢蠢欲動，好想諗緊啊，係啦。咦，又貼翻緊啲咯喎，3個拍埋一齊，因為一個人嗰陣時又要拉一拉開嘅。因為個時間其實大家都知道差唔多呢。如果你太早放，可能真係放謝咗自己啦，咁啊唔敢去。但係有2個考慮啦，第一個你要做個時間要贏埋第一組啊嘛。第一組係16分14，咁依家其實到咗最後嗰12分13分就好明確知道自己做唔做到啦。佢哋亦都教練亦都計埋第一組嘅頭3名。咁啊，不過頭先綜觀呢2場賽事，咁應該頭幾位咧都好似未見到有余振強嘅同學。係啦。反而南拔頭先嗰組咧就係有個名次啦，第3啦，睇呢一組亦都可能會有名次嘅。個分數又近咗啦。係啦，咁起碼都叫做進佔到，可能係頭8，仲要2個同學，所以佢哋都係要為學校嘅分數而戰啊。但係3級我就見唔到拔萃。3級跳就好似冇南拔嘅。係啊，佢有2個入到喎，一個第3好似。
力三級跳12名單有8個就好似未睇到啦。唔覺，因為決賽嗰陣時我冇見到，就2個余振強喎，咁所以其實個累積分咧又喺嗰度賺咗啲啦。咁即係依家開始打和啦，因為5000佢哋余振強就唔見有人啊嘛，拔萃就依家起碼都有一個喺第一組嘅第3，依家呢組嘅第2，咁即係頭8名都有分啦，又係，即係頭8名嘅開始又已經打和，咁啊決定喺4×4啦。我哋係咁啊，講緊男子團體賽嘅積分啊，一路都未知道，睇下女子嘅形勢會係點先。因為剛才話上晝完成賽事之後呢，德望同埋協恩嘅分數呢都係一樣㗎，咁啊守喺2、3位，咁啊女拔暫時係稍為領先。好啦，應該有變化啦，依家要決定啦，運動員同教練都要做一個明智嘅跑法啦，係咪依家抽呢？如果後面第3嗰個有實力呢，就開始抽噶啦，逼第1，咁啊第2都逼咗上去啦，係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抽啦，唔諗啦，撞到添喎呢度，咁樣喺裏面就蝕底啲。最後2個圈啊！葉家駒係抽咗出嚟，咦？但係又俾歐浩俊過翻，哇！呢3個真係由頭鬥到尾啊！又逼翻上嚟啦！係啊，咁啊反而係哇！佢一逼上嚟係拉快咗喎，到8個圈，最尾呢2圈俾人俾後邊就係過咗，睇下佢跟唔跟到啦。嗱，依家因為要過外面啊，佢一定要比較聰明地過人啊！咁我哋睇一睇先，翻嚟。好緊張啊！呢一場男子5000米嘅決賽第2組賽事，咁啊3位運動員唔好俾內線嗰啲影響咗先。哦，咁啊應該蝕底少少，因為拔萃呢個同學仔咧，佢個速度都加得好快㗎啦。佢只要咬住睇埋最後200響鐘啦。好，最後1個圈，佢本來一直領先住8個圈嘅莫志謙，而家就落翻去第3。咁啊葉家駒呢就係搶上嚟頭位，究竟男拔嘅同學仔會唔會追到佢呢？好緊啊，好緊啊都。哇！剩翻250米。拉開咗啦，拉開咗啦。哇！葉家駒都放得好快喎，要追都有啲難度啊。咁啊，睇下佢臨尾頂唔頂得住，因為得住一段距離係即係8米啦。哇！好。男拔歐浩俊都鬥得好犀利喺後面。最後睇下先，有啲難度啊！佢冇拉車的話，其實都好難追啊。睇下先，追唔到啦。其實2個都已經係放盡啦，真係。係。咁啊睇時間啦，哇！葉一15分46秒。好啊，睇埋紀錄喎。係啊，睇埋第3先。第3名翻嚟啦，第3都。哇！仲笑笑口好輕鬆喎，佢仲話想睇下佢有冇到機會係破咗紀錄喎，捱唔住喎，仲要破紀錄，好輕鬆啊！完全冇話要趴低唞氣啊，冇喎。仲翻轉頭揾翻佢嘅對手，但莫志謙又冇氣，要回一回先，唔可以應你住。哇！似乎葉家駒仲有啊。我應你先好唔好啊？係啊。又係第2組1、2、3。係啊，又係第2組2、3係嘛？因為第一組嘅最快嗰個都16分14。所以應該係第2組係可能係快啲嘅運動員係擺喺第2組啊。咁啊，因為我計到第3。教練啦喎，見到係第3嗰個。李嘉文係咪咧？係啊，第3係咪佢教練咧？係啊，第3嗰個咧都要都係16分頭啊。嗯。咁即係呢組嘅頭3名咯。哇！好少見到跑完5000米仲喺度笑笑口喎。係啊，係啊。我係教練鬧佢啦，你未盡力㗎係嘛？咩未盡力㗎？
又破咗一個紀錄啦。我哋望住個紀錄嚟跑嘅咧，啱啱好破紀錄，仲要笑笑口。咁啊，即係話下晝嘅賽事裏面已經係打破咗，係睇先，亦都有4項紀錄咯喎。男子110米欄、男子3級跳、女子鐵餅，同埋啱啱呢個男子嘅5000，上下晝暫時各4項賽事紀錄。男女各4喎，又係。係啊。男仔有咩呢？就係400米啦，男仔3級跳啦，男仔嘅110米高欄啦，同埋男子嘅5000。咁女子呢就又係有女子嘅200米啦，女子嘅鐵餅啦，女子嘅5000啦，同埋女子嘅推鉛球，各有4個紀錄。好啦，睇佢衝線下，15分46秒25。舊紀錄就15分47見到秒男拔嘅19。同學都盡咗力㗎啦，歐浩俊啊，佢知道都要為學校搶分啊！佢第2，嗰個應該係第5或者第6啦。